有弟兄姊妹嚟到《生命的再思》系列最後一集，服侍的生命，施比受更為有福。保羅喺離開以弗所教會嘅時候，對長老講咗好多嘅勸勉。最後一句話喺《使徒行傳》嘅20章35節，佢話：我凡事給你哋作榜樣，叫你哋知道應當怎樣嘅勞苦，輔助軟弱嘅人，又當紀念主耶穌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施予當然我哋知道唔單止係講錢財物質上嘅，都係包括你嘅心靈、精神方面嘅付出。你與人同行，付出你嘅時間同埋心力，塞下禱告嘅代價，幫助別人解決佢實際嘅難處，去聆聽、扶持等等。有時可能一個嘅施予就改變咗對方嘅一生。有姊妹佢為一啲貧窮嘅孩子嚟到補習英文，免費咁樣補習，讓佢哋跨過學習上好大嘅難處。最後呢幾個孩子都能夠順利嘅入到大學。亦都有啲人幫助少數族裔當中嗰啲孩子學中文。唔好睇小呢一個嘅幫忙，呢個嘅施予，因為讓呢啲嘅孩子能夠更方便、更快融入香港嘅生活係好重要。如果佢哋唔適應，佢哋甚至可能會誤加損友，斷送咗大好前途嘅。施予嘅時候，一顆重要嘅心好重要。哥林多後書9章嗰度講。佢話各人要隨心所願，不要為難，不要勉強，因為神愛樂捐的人。呢度係講金錢嘅奉獻啦，但係都係可以應用喺其他方面嘅施予嘅。第8節，保羅繼續講，神能夠將各樣嘅恩惠多多加給呢啲樂意捐贈嘅人，使佢哋凡事常常都充足，能夠多做各樣嘅善事。講到施比受更為有福。都諗起一個嘅出名嘅宣教士，去到中國宣教嘅戴德生，佢收到神呼召，佢就喺倫敦嗰度學醫，準備去中國宣教。佢特登搬去一個偏僻荒涼窮人區裏邊住一個小房間，節衣縮食咁樣嚟到將佢嘅收入2/3去幫助貧窮人。有一日有一個嘅男士嚟到佢面前，帶住佢非常虛弱嘅妻子，啱啱出世嘅第6個嘅小朋友嗰個 BB， 仲有5個好瘦弱嘅小孩子。但當其時其實戴德生只係得翻好少嘅錢，佢話得翻1個嘅錢幣，佢聽日嘅飲食都冇着落。但係經過一番掙扎，佢就嚟到施予咗僅有嘅呢個錢幣俾咗呢個男士。當佢咁樣奉獻出去之後，喜樂就湧入佢嘅心。但係第2日佢食早餐嘅時候，神祝福佢，佢收到一個匿名嘅信封，裏邊包住一個羊皮嘅手套，另外亦都有半個英鎊。佢一生就係咁樣嚟到去奉獻俾中國，成為咗開路嘅先鋒。最後有過千個宣教士從世界各地去到中國同佢同工。佢亦都後來創辦咗呢個嘅中國內地會，因為佢話唔好淨係去喺沿岸嗰啲已經比較富裕同埋交通好便利嘅地方傳福音，應該入到嗰啲更加荒蕪之地。就係咁樣，佢施予嘅生命亦都復興咗世界好多嘅信徒，吸引咗好多嘅年輕人奉獻自己去到中國宣教。而今日我同你都係呢啲福音種子嘅受惠者，所以我哋都一齊嚟到去擁抱喺呢個生命嘅再思裏邊，我哋阿門主嘅教導就係施比受更為有福。